喺2星期前呢，我見到香港嘅一份老牌財經報章刊出一份嘅專欄，佢講到 AI 時代嘅教育。文章嘅大意就係話，今日嘅大語言模型有超過1萬億個參數，幾乎已經囊括咗全球嘅知識啦。只要提示詞設定得合理，就可以避開模型呢啲嘅幻覺，得到學者級嘅專業答案。文章後段呢，更加建議，既然手機裏邊嘅免費 AI 已經足以學到大部分嘅大學甚至研究院嘅知識，不如將錢慳返，直接投資或者創業，回報可能會更加好。文章嘅連結呢，我放咗喺下邊資訊欄嗰度俾大家參考。我睇完之後，第一個反應就係唔想駁佢啦。但係我意識到呢啲嘅講法，正係呢幾年嚟好多香港嘅家長心裏邊嘅疑問。喺你食飯嗰陣時候呢，可能都出現過咁樣嘅對話。細路仔佢自己嘅手機都已經有 AI 啦，可以答到題目、改到文章、做分析，甚至仲話接近專家咁嘅方式嚟回答你啲學術嘅問題。咁如果 AI 已經做到呢一切，我哋仲有冇需要花10幾年嘅時間去讀書呢？嗬？所以今日唔係同任何人去筆戰啊！呢位作者點出嘅現象呢，真係好多人咁樣諗嘅。AI 正喺度改變知識嘅價值，呢個係一個值得認真對待嘅問題。但係我認為由呢一個現象一路走到去唔需要讀大學咁樣嘅結論呢，中間係跳過咗好多個關鍵嘅概念。所以今集我想逐層去拆解一下。呢幾年人工智慧嘅發展速度真係令人震撼。ChatGPT、Claude、Gemini 呢啲咁嘅大型語言模型，正在喺度改變人類獲取資訊同埋處理工作嘅方式。過去需要幾個小時去做嘅搜尋、整理同埋理解嘅內容，今日幾秒，最多咪1-2分鐘就可以得到一個好完整嘅回答啦。正因為咁樣，教育係唔係正喺度失去價值呢一種咁嘅想法呢？並唔係個別嘅意見，而係越嚟越流行。喺呢啲睇嚟合理嘅推論背後，其實隱藏咗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我哋係唔係真正理解教育嘅價值呢？因為呢啲嘅討論經常係混淆咗幾個唔同層次嘅概念㗎：資訊、知識、專業能力同埋智慧。AI 可以提供資訊，可以協助整理知識，但係資訊係唔係就係等於能力呢？如果你知道答案，係唔係就等於識得去判斷呢？擁有工具係唔係就等於擁有專業呢？我哋不妨從第一個層次開始拆解啊。AI 俾你答案，唔等於你擁有專業能力。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好似我咁樣，有時係出於好奇心啦，將醫生開嘅處方藥物呢，就去網上邊搜尋一下。呢個藥物嘅治療作用係乜嘢啊？劑量同埋服用方法有咩要注意啊？有冇副作用呢？藥性係算係輕啊，抑或重呢？然後暗自喺度推算，醫生開呢一種藥俾我，即係話我嘅病情算唔算嚴重呢？資訊就喺我指尖，幾分鐘就揾到一大堆嘅資料，但係揾到資料係咪就係等於我識得去醫自己呢？係咪等於我喺幾分鐘之內就擁有咗專科醫生同埋藥劑師花10幾年嘅讀書實習同埋喺醫院捱更抵夜換嚟嘅專業呢？我諗冇一個病人會咁樣大言不慚噶。如果再將風險提高一啲，就係講一個我自己嘅經歷。20幾年前，我媽媽診斷咗係有腦腫瘤。我拎住醫生嘅報告，只能夠硬着頭皮花大量嘅時間上網去搜尋資料，甚至嘗試閱讀一啲醫學嘅論文。明知道自己好多嘢都睇唔明，但係仍然用盡心機去搜集、去理解嗰啲對於我嚟講太複雜嘅專業資料，因為我想知道媽媽面對嘅疾病究竟係點樣呢？今日同樣嘅處境已經唔同啦，任何人都可以立即用 AI 查詢乜嘢係腦腫瘤啊，有啲咩治療方法，最新研究啲咩發現，唔同手術有咩風險，幾分鐘之內 AI 就能夠將資料整理成為一個普通人亦都能夠理解嘅脈絡。呢個就係人類歷史上邊非常巨大嘅進步。對比一下我當年嘅一知半解，AI 嘅價值
的確犀利。但係當真正需要決定治療嘅方案嘅時候，我哋仍然係會去揾一啲外科醫生，更加唔會喺專科醫生面前口沫橫飛，發表自己對於個診斷有咩見解。點解呢？因為醫生嘅價值唔係因為佢知道一啲資料，而係 AI 唔知道。醫生嘅價值在於佢知道邊一啲資料係重要，佢知道點樣去理解病人嘅具體情況，知道唔同嘅選擇背後要承擔嘅風險。佢接受過長期嘅訓練，睇過好多嘅病例，佢需要為決定承擔責任，呢個就係專業啦。而且越係知道得多嘅人呢，越係清楚自己有盲點同埋不足之處。用 AI 揾到嘅初步資料，應該係令病人帶住更加多、更加好嘅問題去問醫生，去更加深入理解，尋求診斷同埋深入解釋，而唔係以為憑一啲皮毛資料呢就可以代替一位資歷深厚、有醫德嘅醫生。試想下，如果每一個擁有 AI 嘅家庭都突然間擁有咗醫生、律師、投資分析師同埋工程師嗎？答案好明顯啦，唔會啊。AI 可以提供資訊，專家呢就係提供判斷，呢個差異係理解 AI 時代最重要一點。好多關於 AI 嘅討論，最大嘅問題就係將兩樣嘢混淆喺埋一齊。睇到 AI 回答到嘅問題就推斷，所以人類唔需要學習呢一個咁樣嘅推論，忽略咗一個事實，就係話人類學習嘅目的從來都唔係單純去收集答案啊嘛。咁樣點解會出現呢啲近乎瘋狂嘅簡化咗呢？我認為 AI 對於好多人嚟講仍然係頗為陌生，界面太簡單，體驗太過流暢啦，直覺呢就好容易跳過中間有幾層嘅概念，一步呢就跳到去一個錯誤嘅結論。翻返去頭先我講嗰篇嘅專欄，第一個講法就係可以睇到呢個跳躍嘅推論係點發生嘅。大型語言模型係唔係真係裝住全球嘅知識呢？嗰篇文章呢就係話，今日嘅大型語言模型呢有超過1萬億個參數，幾乎將全球嘅知識都囊括咗喺裏邊啦。呢句話聽嚟呢好震撼，但係從人工智能技術角度睇呢，呢個理解呢係並唔準確噶。大型語言模型嘅參數唔係一個袋滿知識嘅一個資料庫嚟噶。佢唔係一本電子百科全書，更加唔係將世界所有嘅資料逐字咁樣去儲存。參數係模型喺訓練過程之中學習到嘅數學模式。簡單嚟講呢， AI 並唔係記住晒所有答案，佢係學習點樣根據大量嘅資料產生俾我哋最可能合理嘅回答啫。呢個差異非常重要，因為所謂好似專家一樣咁講嘢呢，唔等於真正擁有專家嘅判斷力。一個學生可以背熟晒所有嘅教科書，但係背熟教科書就唔代表佢係研究學者嗎？難道愛因斯坦嘅偉大在於佢能夠背書背得比人多咩？再諗下一個演員啦，佢哋訓練有素，能夠背大量嘅台詞。飾演醫生嘅演員呢，就講得一口專業嘅術語，難道呢位演員就具備醫生嘅專業嗎？飾演神探嘅演員，難道佢真係識查案咩？知識需要透過理解、實踐同埋判斷，先至會轉化成為能力㗎。AI 強大嘅地方在於佢可以係大幅咁樣去降低資訊取得嘅成本，呢個係一個非常正面嘅事情。但係如果我哋因此認為資訊容易取得，所以專業就唔再重要啦，咁呢個係一個嚴重嘅誤解。事實啱啱相反，當資訊越容易取得咧，真正稀缺嘅能力就係判斷資訊嘅能力啦。而翻返去頭先我講嗰篇報紙嘅文章啦，亦都係而家最多人討論嘅另外一個關鍵詞，個 prompt， 即係話 AI 嘅指令提示。Prompt engineering 係唔係就係等於專業能力呢？有好多人都好似嗰篇文章咁講，如果識得寫好啲 prompt 啊，咁樣人人都可以得到專家級嘅答案啦。呢句話有一半啱。
好嘅 prompt 的確可以幫助 AI 理解背景，限制一啲範圍，從而提供分析嘅角度，改善輸出嘅品質。但係 prompt 並唔會將普通人變為專家㗎。一個簡單嘅比喻啊，俾一個人一部連鏡頭都隨時10萬以上嘅 Hasselblad 嘅哈數相機啊，佢係唔係立即就成為專業攝影師呢？當然唔係啦，相機係一個強大嘅工具，但係攝影師仍然需要理解光線、構圖，去講故事，去理解觀眾。同樣嘅道理，俾一部音樂廳級數嘅過百萬港元嘅 Steinway Model D 演奏會嘅三角琴，你會唔會一坐落去琴凳之後就變為鋼琴家呢？ AI 係強大嘅認知工具，但係使用者仍需要有背景嘅知識、分析能力、判斷能力。事實上，越高階嘅 AI 使用呢，係越需要專業嘅能力。初學者使用 AI 呢，可能會話幫我寫一篇文。專業人士用 AI 可能佢會話分析呢個論點背後有啲咩假設，佢嘅證據足唔足夠，有邊啲可能係一啲反例呢？呢兩類人使用嘅係同一個工具，但係產生咗完全唔同嘅價值。免費手機 AI 係唔係就等於擁有研究院級嘅能力呢？我哋接觸到 AI 呢，只係人工智能生態嘅一個表面。好多人對於 AI 嘅理解係來自手機上邊一個聊天嘅界面，啲 chatbot。打開嘅 app 啦，輸入一啲問題，幾秒啫，得到成篇好流暢、完整、好有條理嘅回答，整個體驗確實令人震撼。但係問題在於使用 AI 界面好簡單，唔代表 AI 應用本身就好簡單。將 AI 咁樣去簡化啦，就係將佢當成好似一個哆啦 A 夢咁樣，自己做大雄啦。遇到有咩難題呢，就交晒俾哆啦 A 夢嘅百寶袋去解決。每一集都係呢條公式，不過嗰個係兒童嘅動畫，唔係真實世界運作嘅方式嘛。就好似今日每個人都可以用 Google 去搜尋，但係能夠搜尋資料係咪就係等於成為研究員呢？研究員嘅工作唔係去揾資料嘅，而係去做判斷，邊一啲資料可以信任，邊一啲研究方法合理，點樣嘅結果先至係具有意義。搜尋工具的確係降低咗資訊取得嘅成本，但係並冇消除研究能力嘅重要性。手機上嘅免費 AI 工具對於一般學習者嚟講呢係非常有價值，佢可以協助我哋去理解啲概念，改善文字嘅表達形式，提供學習嘅方向。但係佢同專業領域嘅人去使用 AI 嘅系統呢係有好大嘅差別嘅。真正專業環境之中用到 AI 嘅呢，通常係包括一啲可靠資料嘅來源，例如醫療 AI 係需要結合經過驗證嘅醫學資料，而唔係單一去依靠網絡資料嘅。專業流程嘅整合，即係話企業使用 AI 嘅時候呢，係需要連接公司嘅資料、內部系統、一啲決策嘅架構。而喺品質管控方面呢，人工嘅審核、錯誤檢查，一啲已經制定好嘅安全機制，亦都要顧及法律責任。所以將 AI 當成一個神奇答案機呢，其實就好似細路仔揾到一條關於太空天體嘅答案，難道嗰個細路仔就即刻變為天體物理學家嗎？所以免費 AI app 係一個非常強大嘅工具，但係工具唔係能力本身。一支好高級嘅手術刀可以提高外科醫生嘅能力，但係一個手術刀擺喺普通人嘅手中呢，就唔會自動將佢變成一個外科醫生噶嘛。順帶一提啊，有好多人係中意免費嘅嘢嘅，比較新嘅手機呢，更加係內置咗 AI 啦，得來全不費功夫。但我經常提醒觀眾，如果係真正想學好 AI 嘅應用，第一步反而係要付費去使用。因為只有喺複雜深入嘅工作上邊，你先可以測試到 AI 點樣真正輔助你嘅思考同埋實踐。免費層級俾到你嘅呢，往往只係呢啲能力嘅表面。既然工具本身唔係能力，咁我哋亦都要處理嗰篇香港報紙專欄嘅另外一個講法啦。同時亦都係關於 AI 嘅一個最常見嘅誤解，係幻覺。
究竟點解 AI 會有幻覺呢？嗰篇文章嘅講法呢，就係話，只要提示詞設定得合理，唔涉及模型知識庫以外嘅資訊呢，亦都唔強迫嗰個模型輸出答案呢，基本上就可以避開幻覺啦。呢個嘅講法呢，反映出一個對 AI 運作嘅好大嘅誤解。AI 嘅幻覺唔係 AI 故意去呃人，亦都唔係好簡單咁因為資料庫缺少資料。最根本嘅原因係大型語言模型設立嘅目標係產生符合語言模式嘅回答，一個 pattern completion。佢嘅核心任務係預測下一個最合理嘅文字應該係寫啲咩呢？講個真實嘅例子啊，喺2022年底，美國嘅科學作家、紐約大學新聞系教授 Charles Selby 做咗個實驗，佢要求 AI 為自己寫一篇訃文。AI 交出一篇文筆流暢、好體面嘅文章，但係裏邊真假混雜。佢的確講出呢一位教授係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係寫過邊幾本書，但係同時又自作主張咁攀咗一個佢從來冇攻讀過嘅數學博士學位俾佢。AI 又幫佢出版咗一本根本唔存在嘅著作。連佢喺大學教過嘅邊啲課程都寫錯咗，而且呢又錯得好似似模似樣，因為佢將已有嘅資料又嵌入一啲假嘅資料。最危險嘅地方就喺呢度啦。呢篇訃文讀起上嚟呢就好似好可信，因為虛構同埋事實係編織埋一齊，唔熟悉嘅讀者呢根本冇辦法分辨到。呢個亦都係點解 AI 幻覺係特別危險嘅，因為錯誤答案通常都唔係話太過荒謬。佢基本上嘅文法寫作係正確啦，結構好完整，語氣好專業，甚至包含一啲好合理嘅引用證據添。呢啲嘅錯誤比一啲明顯嘅大錯特錯更加難被發現。所以真正專業使用 AI 嘅人呢，佢唔會問點樣去寫一個 prompt 讓 AI 永遠正確，因為咁係唔現實嘅。更加好嘅問題係應該問點樣建立一個可靠嘅 AI 使用流程。呢個就係點解專業嘅 AI 系統會加入資料嘅檢索、來源驗證同埋比較唔同嘅模型同人工嘅核實啦。既然連專業系統都需要有咁多重嘅把關，咁大學同埋研究院係唔係就更加冇存在嘅意義呢？ AI 讓大學同埋研究院係失去價值嗎？如果 AI 可以解釋到大學教材、整理研究論文、回答一啲好專業嘅提問，咁樣研究院係咪冇必要存在呢？呢個問題其實係建立於一個錯誤嘅假設，研究院嘅價值就係提供大量嘅知識。呢個咁樣嘅假設就係將教育變成一條量嘅直線，小學就少啲，中學又多啲，大學又多啲知識，咁研究院自然呢就係知識嘅最大嘅蘊藏嘅地方啦。但係任何親身經歷過研究院訓練嘅人都知道，由大學本科到研究院呢，唔係量嘅增加，而係質嘅轉變。大學本科嘅階段，你主要喺度消化緊人類已經建立咗嘅資料，但係研究院階段呢，就係你要學習去生產知識嘅方法本身。用一個比喻啊，如果大學即係本科我講教你去睇地圖呢，研究院就係訓練你去一啲仍未有地圖嘅地方，去繪製出一幅地圖出嚟。所以一個研究生真正嘅學習嘅係點樣提出研究嘅問題，點樣去設計研究嘅方法，分析嘅證據，亦都要可以接受到批判同埋修正自己嘅想法，從而喺一啲未知嘅領域揾到答案。AI 可以整理已經存在嘅知識，但係研究嘅核心係探索未來。所以如果世界上所有嘅問題都有答案，研究院確實係冇必要嘅。但係現實世界最大嘅問題係，正係我哋唔知道答案。例如氣候變化點樣影響未來嘅城市呢？ AI 應該點樣去監管呢？教育制度應該點樣去適應 AI？呢啲問題冇一本嘅教材係能夠提供完整嘅答案，係需要研究、創新同埋人類嘅判斷。因此 AI 並冇降低咗研究能力嘅價值，佢反而提高咗研究能力嘅重要性。
因為未來最有價值嘅人呢，唔係嗰啲知道最多已知答案嘅人，而係能夠提出新問題、創新嘅理解嘅人。如果研究院真係變得多餘呢，咁有一樣嘅現實係啱啱相反嘅。點解 AI 公司自己仍然要大量去招聘高學歷嘅人才呢？如果手機 AI 已經等同研究院，咁點解全球最先進嘅 AI 公司依然喺度大量去招聘博士研究員、數學家、工程師、語言學家同埋認知科學家呢？答案好簡單， AI 冇消除專業， AI 其實正在喺度放大專業。因為 AI 研究員使用 AI 嘅時候，可以加速程式嘅開發，去做更加仔細嘅資料分析同埋文獻整理。佢哋嘅實驗設計更加靈活、更加多樣化，但係佢哋仍係需要理解問題，設計一啲方向，然後評核得出嚟嘅結果，再提出一啲人想出嚟嘅新想法。真正高水平嘅 AI 使用者呢，通常唔係缺乏教育嘅人，而係受過良好訓練嘅人，先至懂得點樣去好好嘅發揮 AI 嘅能力㗎。呢個亦都係 AI 時代最重要一個嘅反直覺現象，即係話 AI 越強，真正懂得思考嘅人呢就會越有價值啦。資訊、知識、專業同埋智慧，呢啲係成日最容易被跳過嘅階梯。討論 AI 同埋教育嘅時候，好多爭論之所以混亂呢，係因為大家經常將幾個完全唔同層次嘅概念混埋一堆而談。有人話 AI 已經擁有全球嘅知識啦，呢個令我諗起我第一年讀研究院嘅時候，有一個課堂裏邊有位同學嘅發言，佢話而家全球嘅知識每2個星期呢就會增加1倍。當時全班呢笑到碌地，有啲同學笑到眼淚都流埋出嚟。佢啫就完全唔知發生咩事，究竟其他人喺度笑咩呢？笑聲過後之後呢，課室就一片寂靜，因為冇人知道從何說起。咩係一件知識啫？究竟全球有幾多件知識啫？呢個基數點得出嚟噶？用咩去量度呢？用咩單位呢？點樣去話一個知識係1件呢？抑或拆散變為100件呢？其實嗰位同學唔係憑空捏造嘅，類似一啲嘅講法就係話知識爆炸，知識每隔若干時間呢就會翻1倍。呢啲咁嘅講法呢，講咗幾十年啦，聽起上嚟都好似好啱，但係有個致命嘅問題係知識唔係逐件可以去點算量度嘅嘢，可以點樣計呢？呢啲嘅資料、文件、數據點樣去量化呢？將資訊量嘅增長當成係知識嘅增長，係一種混淆嘅諗法。正係好似呢一篇文章嘅作者咁講啊， AI 已經擁有全球知識嘅人犯下同一個錯。資訊、知識、專業、智慧，呢個係4個層次，喺 AI 嘅時代呢，尤其需要分清楚。第一層係資訊，例如香港去年有幾多人口啊？邊一種藥物嘅成分係乜嘢啊？呢啲主要係涉及資料嘅取得。AI 喺呢個層面嘅能力非常強大，可以快速咁樣整理大量嘅資料，慳翻人類搜尋嘅時間。但係資訊只係開始，因為知道資料唔代表理解資料。所以第2層呢，就係知識啦，理解資訊背後嘅關係，知道某種經濟政策嘅存在，呢個係資訊。理解呢個政策點解有效，喺咩情況有效，有冇副作用，呢個就係知識。知識係需要分析、比較、建立關係、理解因果。咁呢個係已經超越咗單純攞啲資料噶啦。第3層係專業能力，涉及喺真實世界之中作出判斷。回想第1部分提到醫生嗰個例子啊，正係專業能力嘅體現。佢係來自長期嘅訓練、實際經驗，糾正一啲過去嘅錯誤，亦都有建立專業社群嘅交流，受到導師嘅指正。AI 雖然可以提供大量資訊，甚至協助分析，但係專業能力唔係資料累積嘅結果，佢係一種經過長期培養嘅判斷同埋有實踐嘅能力㗎。
第四層呢，就係智慧啦，佢涉及價值、倫理、人生目標、社會嘅影響同埋互動。AI 可以分析唔同嘅醫療方案嘅成功率，但係如果兩種方案嘅風險相近，咁邊一種更加符合病人嘅人生選擇呢？ AI 可以提供分析，但係最後嘅價值判斷仍係需要人類。所以當有人話 AI 已經擁有全球知識，因此咧人類唔需要教育啦，咁真正嘅問題係佢將資訊當成知識，亦都係將知識當為係專業，最後將專業變為智慧，係一連串嘅概念嘅錯字。最需要避免嘅兩個極端，面對 AI， 好多家庭咧會容易走向兩個極端。第一個極端就係話 AI 太強啦，所以讀書冇用噶啦。呢個想法呢，好似有啲前瞻性，其實係低估咗專業嘅能力。如果 AI 令教育失去價值，咁最先減少教育嘅投資呢，應該就係全球頂尖嘅科技公司。但係事實啱啱相反，世界上面最先進嘅 AI 公司呢，仍然係大量招聘博士研究人員、工程師、數學家、心理學家同埋唔同領域嘅專家。咁亦都有啲人甚至建議呢，慳翻啲學費，直接投資創業啦，回報會更加好。咁呢度有一個好有趣嘅矛盾，就係投資同埋創業啱啱係世界上面最依賴判斷力嘅活動。要睇得明一盤生意，評估風險，同埋喺資訊唔完整嘅情況之下作出明智嘅決定，又或者喺失敗之後修正方向，呢啲咁嘅能力唔會因為你慳翻咗個學費而自動出現噶。將接受教育要投放嘅錢拎去投資，就好似將買地圖嘅錢你加入去賭注，本金下注多咗，唔代表你方向感會強咗。過去幾年香港同埋全球好多地方嘅資產市場調整，就係一個現成嘅教訓。我哋香港習慣咗稱呼有一類人叫乜乜大王，佢哋做零售嘅、飲食、做運輸嘅，本來喺佢個行業係做得好出色，甚至係賺到街知巷聞，成為上市公司添。問題係佢哋本來喺自己起家嘅行業係專家。出咗事嘅地方呢，就係當一種方法成功得太耐，人就係會停止學習，停止去懷疑自己，而專業判斷呢，係唔會自動由一個領域搬到去另外一個領域嘅。即係話，例如你做化妝品出身嘅，你未必會係識得投資地產啦。呢個亦都係話持續學習點解咁重要啦。真正保護到個人嘅係不斷能夠更新自己嘅判斷能力、判斷力。多元嘅理解、謙虛求知嘅態度，呢啲正正係良好教育要培養嘅嘢。第二個極端就係 AI 只係工具，細路仔照舊學習就可以啦。咁呢個想法呢，亦都係唔足夠嘅，因為 AI 的確係改變咗工作方式，學生需要學會點樣去使用 AI，去評估 AI 產出嘅答案，亦都係點樣同 AI 去合作。真正成熟嘅態度係三條嘅路。既唔恐懼 AI， 亦都唔好神化佢，去理解 AI 嘅能力同埋限制，與此同時繼續培養人類獨有嘅價值。未來屬於懂得同 AI 合作嘅人，更加係屬於懂得思考嘅人。人類仍然要決定乜嘢問題係值得提出，答案係唔係值得相信，同埋咩方向值得我哋去追求嘅。呢個就係教育喺 AI 時代仍然存在嘅真正原因。我準備咗一份 AI 時代家長提問清單，喺說明欄呢有一個連結，可以去我嘅 Patreon 嗰度成為免費會員下載㗎。我係 Coach，下次見。